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院，每日一客語生活。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南北兩個園區對100年到101年開園以來，兩個園區透過表演活動、教育體驗課程、和學術交流等多元方式行銷推廣客家文化，也係南北兩個園區入園遊客第113年9月超過2000萬人次。歡迎大家有閒將來了，共下來參與豐富精彩嘅客家文化體驗。南埔樂隊客家文化園區強調樂隊客家文化老產業體驗，北埔台灣客家文化館重點發表啲全球老台灣客家文化嘅保存、老創新。疫情期間推出多年線上服務，後疫情時代繼續辦理現場展覽、老活動。客發中心每10萬推動國際合作、老文化交流，最近老日本合作開展。將來還較多嘅本地、老國外嘅遊客參觀客家文化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，就是參觀其重要嘅時節，去參觀客家文化館。其重要嘅時節，去參觀客家文化館。唔學為盲，下一拜將來了。